那匣子與他的傳人有關，倒是有可能的。記得有人告訴我，公輸班還做過一種暗鎖，是用做木器的下腳料磨了磨、鋸了鋸，凹凸相對制成，一個個做成動物或房屋或器具，和氏璧的匣子該是道理相通。妹妹這麼一說，還真是提醒了我。世人管那玩意兒叫魯班鎖，解起來頗費腦筋。你若是猜不透它的重要關節所在，費了多少功夫也解不開那把鎖。是啊，那個匣子的重要關節在哪兒呢？奇異之物，自然要到奇異之書中去尋找。除了讀莊子、墨子，還應當讀一讀那奇書之冠《山海經》。你看这花子啊，这头一见这样的啊！是，看看啊，要解开它这不容易啊！再好好看看啊，看看。王后別發愁，依奴婢看，今日來的都是些有本事的人，重賞之下，定能破解這個匣子。別發牢騷，想辦法呀！哎呀，你這樣不行，不可以下手太重。我算看清了，貪圖小利都不會有什麼大志。王後的意思是，這些人眼裡只盯着我的賞錢，如何能指望他們？反正找不到解開的辦法。我看應該是不如啊，把它給砸了。哎，這可使不得，不可！伤到和氏璧怎麼辦？立刻使不得。王後，打探到什麼？那個元兒是芈月那邊做粗使的，我答應他事成之後轉到王後跟前做使喚，並少不了他楚國家人許多好處。其實我也不用他做什麼偷雞摸狗的事，多長雙眼睛便是。奴婢明白。哎呀，对不住，我幫你撿。哎，姑姑摔了我沒什麼，摔壞了八子要讀的書簡，那就麻煩了。八子怎麼要讀那麼多書啊？這還算多呀！今日只是《山海經》就差不多裝滿了小半車，明日要搬《莊子》，10萬餘言，至少啊要1車了。《山海經》元兒，你怎麼在這兒磨嘰？後院還有活要幹呢。是。王後，奴婢剛剛得知，芈月讓人去書庫取了《山海經》。《山海經》，還有墨子和莊子。芈月做事向來胸有定見，快，去把宮中這些書都搬到大殿來。今日和氏璧在芈月處，那些人也正好閒着，讓他們都找找，看看這書裡哪一處和這匣子靠得上。是。月兒，喝點水。這都看了幾日了，飯也沒好好吃，覺也沒好好睡的。這塊玉真是害人不淺。姑姑，八子說了，最重要的是找出那只怪獸的出處。這匣子上4面都有隻猛虎，每隻猛虎都有9個腦袋，這一定有點什麼意思在裡面。有了。這只神獸是開明獸。什麼？我念給你們聽聽。《山海經·海內西經》裡是這麼說的：開明獸，昆崙南淵深300仞，開明獸身大類虎而9首，皆人面，東向立昆崙上。9個腦袋的老虎，一定是它！9個腦袋的老虎，開明獸。老人說，這昆崙天界有9道門，這開明獸是給天界守門的。對，莊子在大宗師裡稱他為監物。既然他是為天界守門的，那讓他來守這塊天界寶物也是理所應當。
這下好了，知道它的来历，破解这匣子的机關就容易了。嗯。